去走太健康之事吗？用办有戏吗？就让顽皮回来了，我自己去请那个迷藏吧。迷藏有钱多呢，真是我要走太晚了。迷藏才入门安，你去有将堂，佢切我行业来，真是大家讲念。说得寒沙封闭生辉啊，一时不免上问啊。学生生意强谈，你可有此词？会有此词呀。堂哥啊，今日扶上物街，我听言吼，佢真咪个负心汉。哎哟太娘，我冇扶说咯，跟我要去调查哈，个资历。相似啊，老习惯，个全部就冇差别啦，个难道就天意该出田演黑冇啊？冇可能，他们相信我全身嘅亲戚。你爱小心么？个姜怕个陈水米嘅故事会再次发生哦。放心，但有两拜，我一天不可能本佢田演做个无情无义。抛弃欺侮的负心汉呐！一天不飞黄天塌了，多谢我父啊！唉，佢哋行一路來，教我再遷走啊！有條嘅小行水，我哋弄到水來止渴。我父千萬冇愛用嘅好需要，你自己通數，本小姐為你服務啊！是個麻煩，我自家落去，順便來洗面洗鼻涼啊咧。你就提下去等就好。曉得啊。哎呦！小姐啊，非常是的，你可有受傷嘛？啊！小哥，嘿你，真的是你！哎呀，相公啊！你见那相啊！
的经商，请了好几啊爷，就是无伢个手势，乃是才我做万般的无奈。眼看身上的钱用怎么来用钱咯？想不到上天有眼，你一眼都是出现我的面前啊！这位太守，你聪明了。哎，红闯东年，还要把我来认错你呢？相公，你要点嘛？相公，我叫夫人弹琴。夹，还唔信你，哪里笑？你哪里笑啊？相公，才叫我的世界，一两啥是同情痛苦，难道讲今日你就不认我不是？哪一两个妻子相爱呀？哎呦！好，到底乜嘅回事？佢婚宴约马杀咯？小姐唔识佢，反而见哪嚟讲话，佢就敷衍乱说了。係看唔搶電影，係向前嚟盤問啊！小曼，我夫太爺冇安樣嘅，本了嗌親身出馬前去，小姐盤問了佢啊！好，本爺去問啊！相公，我心里好苦啊！非常对位，小妹啊，怎么一回事啊？莫叫多悶，現在相公有殺身之禍，不能讓你上演。你看，跟他太趕，作為太爺，一行愛性命，才給他梳頭。我一時片刻說不清楚啊。這莫那講，要有原諒。你拿去都在前方，跟你離處有一間一來客棧，3日之內，我會請你讓你回函，多時間，那永遠讓你空下去，你空下回響，你莫本該露頭發現啊！愛弟呀！千萬記得，3日之內，那永遠幫俺명去請你，你就來空下轉，多時間，我會安排妥當啊！好啦，相公，我今天我來帶你。慢來，哎呦，係乜嘢？太爺，你乜嘅回事啦？我夫，夫人，你唔錯人嚟啊！啊，太爺，對啦，係我認錯人了。太可憐，我已經不經原諒安神了。是的，多謝太爺，多謝太爺，係我認錯你了。
真是个可怜的公子，原来千里亲赴来的呀！不过只是一张没见过世面的村姑罢了。哎，让我按你讲啊！小生10年，小生10年不了。妨之事，你继续来查访面前了。晓得。升堂。带上来。苏那从此赶赴京，带人来。为何见本官不愧你？堂堂进士，见人良修，见官何时要下跪呢？啊！你是监事，请问阁下是哪一局监事啊？本科新科进士楚天元。你真正楚天元？错不改名，行不改相，我就按照楚天元。还当表明，若以金科监事楚天元，乃是本府东窗快婿，可能用以诈他的名相，欺骗世人，与我回降。地府太爷，一个你府上，这位神龙快婿，也要按照楚天元，该其必听，只会今天出面，所以各个母体树批，按照楚天元啊。啊！楚天元，何属的名士啊？啊！想起了，才有我所猜，有个妇人，论阴错天元共黑天元。好，要窗子拿上来。从此开始，向地府太爷你侵染了。蔡总，看我看。Oh
明明的错字，胡来判字，有乜嘅证据？太爷，明明草民风雨，送落山崖，一位仇富所救，仇富对我说托，太爷你出名的青天在世，你那爱证据不难，只要顺道草民的习惯，请到我的家人来对付共同，也是讲拿出会师的时间，扬名毕节，当时能得水落石出，跟来讲七雄，是你官府的经验，雄属在哪里？草民啊就不知喽。上上叽叽，真脱离，真脱离。风春太乱，无主意，无主意呀！一龙一阵，托爱你，托爱你。前天两记，继续听来言，用表面压制甘露。做唔得，太爷，做唔得，我系严公长，用把人的威神宣判，太爷，我冤枉啊！非法，相信来言，重大无声，然后关进甘露。哎呦！爱来自啊见啊，以后我来接呀，我来叫啊什么？哎呦！你玛利亚。哎呦！哎呦！冤枉！请问两位是？我做田园的母亲呐、哦，我这竟是楚天燕的妻子刘艳荣。我来爱燕子吗？你就会一点为田燕呐。那为了一点嘛，谈跳富贵，应该犯法，向二来谈情，来用锤吧。不可能！你说的没我的田园，我的田园哪里去呀？那这楚天燕，哪里呢？不可能！信靠今生命相，一条楚天燕一般无义。我对乡下并无听言楚天燕，我想用那位搞唔错啊。你管的好事情，父亲莫有来阎王，不是两个点模样啊！某件事本作衰落，用嘅天时工作，你家有过去的，你很难得过去，是不？阎王该，我父4年费精神，恐将我非对爱臣啊！楚天燕可以开无事，已经来踩那个个草苗。
楚天意的同书，如今我用耳朵你了无拍不可的青天，假青天，难道我命中注定，我就行你的梦世上黑梦？